係盧偉國議員。主席，我有一個規程問題咧，就要想喺呢度提出嚟，就係根據我哋公務小組委員會嘅會議程序第12㗎。咁啊，引發我提出嘅規程問題咧，就係上星期五本小組嘅會議取消。咁呢個可能主席都要解釋一下咧，點解會喺上個星期四嘅晚上咧？主席就叫秘書咧就問委員咧，就星期五是否需要開會？因為咧星期五嘅會議咧，其實就係定咗落嚟。咁就我唔知道係咪主席係自己本身係有事不能出席啦。因為根據呢個會議我哋嘅會議程序第12段，或者我簡單讀出嚟嚇。公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由主席主持，倘他未能出席，則由副主席主持。若在指定的開會時間過後15分鐘內，他們仍未到達會場，或他們已通知秘書不能出席會議，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主持會議。而主席決定提管人不能在討論某一事項時主持會議，或公務小組委員會決定他不能負責這項工作，則副主席須就該事項主持會議。如上述兩人均決定未能主持會議，或公務小組委員會決定他們不能負責這項工作，則與會的委員須互選一人在討論該事項時主持會議。咁即係所以咧，我揣測啦，假如主席當晚星期四晚叫秘書作呢個詢問嘅時間，如果係佢自己本身不能出席，咁其實咧就星期五早上嘅會議咧係絕對係應該跟翻呢個會議程序嘅第12項處理嘅。咁因為咧落嚟咧公務小組仲有好多會議，咁如果又出現類似情況嘅話咧，就如果我哋又唔跟翻呢個議事規則去做嘅話咧，我哋就無所適從啦。盧偉國議員，多謝你嘅問題。首先呢，就大家當然知道啊，上星期四呢，就係包括本席在內呢，係一共有15位議員呢係被逮捕嘅。咁當時呢，就我即係收到一個咁樣嘅信息呢，就係有呢一個相當數目嘅公務工程小組委員會嘅委員要求本席考慮取消嗰個會議。咁我亦都問過秘書處，秘書處就話呢，主席係有權決定一個會議是否改期或者取消。不過呢，我都冇只係行使本席嘅權力，所以我要求秘書呢，勉為其難呢，就基於呢啲委員嘅要求，就打一輪嘅電話去收集各位委員嘅意見。咁我亦都係喺諮詢咗委員嘅意見，獲得秘書處匯報之後，係26位委員呢係反對嗰個會議繼續，即要求嗰個會議係取消。13位呢就堅持就要係進行。咁喺26票對13票情況之下呢，本席先作出決定嘅。整個流程就係咁樣。我亦都相信冇得補充啦。